各位同學你好，我係卓迪遜牧師。大家知唔知點解我成為一個牧師呢？呢個故事可能由我細個開始講起。有一年咧係中學3年班嘅時間，有一個星期六，我返到學校裏邊完成咗上午嘅活動同埋學習之後，下晝咧有一個空檔期喎，因為當天晚上學校有一個晚會要參加，晏晝唔知去邊度好嘅時候，喺身邊有一個咧自己都唔係實在太熟嘅同學，我就問佢：喂，你下晝去邊度啊？其實我都係順口問下嘅啫。佢話我返教會咯，我就問佢：你返教會做乜嘢啊？佢話返教會即係返團契啊，有一班人喺度嘅咁樣。咁我既然冇地方去，雖然我同佢唔係好熟，咁我就問佢啦：我可唔可以一齊去㗎？佢話可以啊咁樣。咁嗰一次咧晏晝咧，我就返咗去教會嘅當中，第一次見識到乜嘢叫做返團契。原來就係好多好似我哋咁樣同年紀嘅朋友仔啦，嚟自唔同學校嘅，會聚集喺教會當中，會唱詩歌，會一齊分享，一齊學習。好快過咗嗰一日，又去到下一個禮拜六咯。當日個心裏邊咧唔知點解諗下啊，我今日好唔好再返教會咧？個心囉囉攣。咁我就打電話俾嗰個同學啦，我話：喂，今日晏晝教會仲有冇團契啊？佢就話：有啊，不過我唔返喎。咁我就突然間覺得好緊張啦！你唔返啊？咁我返唔返好啊？但係唔知點解心裏邊咧仍然有一種咧好想返去嘅渴望。可能因為上個禮拜認識咗啲新朋友啦，彼此相識啦，亦都咧係慰問咗啦，我好想咧見返佢哋。所以嗰日咧我又膽粗粗自己咧係再返去教會嘅當中，再次咧係冇我個朋友陪同底下，我自己咧返到團契嘅裏邊。於是者，我就係咁樣咧開始咗喺教會裏邊嘅生活，一路咧係冇停過啦。到今天喺當時嚟講，返教會就代表住學習信仰，學習關於耶穌嘅事情，亦都能夠結識好多嘅友伴，並且咧一同咧分享團契友誼。教會當時嘅團契好多時我哋都會讀聖經啦、唱詩歌啦。暑假嘅時候咧，我哋會一齊玩啦，去沙灘啦，去行山啦。有時會一齊睇戲啦，一齊咧去返教會嘅主日崇拜啦，咁樣彼此建立好深厚嘅友情。對於我嚟講咧，嗰時信仰係乜嘢咧？其實我都冇知道，直至到當時公開試考完啦，要放榜啦，有一個比我高年級嘅一個嘅團友哥哥嚟嘅，佢話：喂，我明日陪你放榜好唔好啊？其實我嗰時都唔知幾想啊，因為自己都好緊張，放榜之後嗰個成績。有佢陪就梗係好啦，咁佢第二日就陪我咧係去面對呢個嘅公開考試嘅放榜成績。其實喺佢嘅生命裏邊咧，我睇到終於體會到咧乜嘢係基督嘅愛，因為原來就係咁樣無條件嘅去關心身邊嘅人，用時間啦，用愛心去付出，為咗係咩啊？支持佢哋啦，關心佢哋啦，希望佢哋有困難關當咧，感受到咧上帝嗰一份嘅愛同埋支持。呢個咧係我年少嘅時候咧一個好重要嘅片段，亦因為呢個哥哥嘅陪伴咧，喺不久之後唔夠一年咧，我就決定咧係洗禮成為一個基督徒，加入教會，跟住咧我就喺教會裏邊係繼續學習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去到咧我大學畢業啦，當時咧工作咗2年，我咧好想咧喺我工作上面咧有啲嘅成就，亦都想揾多啲錢啦，職位可以咧更加高啦。但係另一個方面咧，當時咧因會返教會啦，有時咧工作都係好困身啦。教會咧又有好拉扯喎，又要擺啲時間喺教會裏邊喎。我就咧好懊惱，究竟點好咧？會唔會為咗自己嘅事業，為咗自己嘅晉升，為咗自己嘅收入而減少咧返教會嘅時間咧？但係同一個時間，當時我工作咧係接觸咗咧好多咧係好有錢嘅人。我負責咧佢哋一啲嘅住宅裏邊嘅一啲嘅特別嘅安排啦，所以當時咧接觸好多咧真係喺香港島裏邊住喺山頂嘅人啦，住喺咧一啲咧南區啊有獨立屋嘅人啊。我好記得有一次去到一個南區嘅一個獨立屋裏邊，係幫助咧一個嘅當時嘅屋主啦，一個係有錢人去負責佢屋裏邊一啲嘅事情。我代表公司去到，我都係一個咧係普通嘅員工。但係呢兩個好有錢嘅人咧，我睇到佢哋嘅生命裏邊咧有一份好謙卑嘅心。居然為我呢一個咧咁少少嘅員工咧，準備咗一啲嘅茶點，同埋咧準備咗一啲嘅飲品，
知道我哋工作完之後咧，佢都請我去飲一啲嘅嘢，關心下我工作，同我傾下偈。你好似話好簡單啫，但其實一件都唔簡單嘅事，因為對於當時嚟講，佢哋日理萬機，同一個普通嘅職員去傾下偈，其實咧都係浪費咗佢哋好多嘅時間。喺佢哋嘅喺佢嘅身上，我見到乜嘢係一個好嘅時間運用。最後俾我發現，原來佢哋都係一個基督徒。佢哋雖然好有錢、好有成就、好有地位，但佢哋都願意為到呢個小小嘅一個伙伴咧，係付出關心同埋愛心。喺呢一度俾我當頭棒喝，原來工作上嘅成就或者咧金錢上嘅回報，唔一定咧要放低呢個信仰，減少翻教會，反而喺呢一個嘅有錢嘅人身上，我睇到咧，原來係信仰係會令到人謙卑同埋懂得關心人。因此，我就決心努力咧，繼續喺教會當中學習耶穌基督嘅榜樣，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徒。好快過咗1年嘅時間，亦都得到咧耶穌俾我嘅呼召，去讀神學，成為咧一個咧係耶穌基督嘅一個嘅服侍嘅一個人。我要專心喺教會裏邊服侍佢，學習咧事主愛人嘅一個生活。所以喺3年嘅神學畢業之後，我就成為咗一個傳道人。慢慢上帝俾我喺教會裏邊嘅學習同埋唔同嘅關心嘅機會裏邊，我都能夠一路成長。我最記得咧，作為一個牧師咧，係好多時都需要去到醫院嗰度探訪一啲有需要嘅人，特別咧係一啲咧我素未謀面，只係接到一個電話話俾我聽，佢好有需要啊，我就到醫院嗰度去探訪佢，係為佢咧可能喺個重病嘅當中流離之際為佢洗禮。並且咧，讓佢成為一個基督徒，得着上帝俾佢豐盛嘅恩典同埋救恩。如果睇到佢哋嘅家人好支持佢嘅家人嘅決定嘅時候，甚感欣慰。呢一啲嘅愛心嘅付出，就係我年輕嘅時候嗰一個嘅有錢嘅人個榜樣，一路咧都係鼓勵我。我知道佢哋嘅榜樣係嚟自耶穌基督，所以我都好好嘅去實踐呢一個咧係事主愛嘅心，希望我嘅分享能夠幫到大家明白到，讓大家明白到乜嘢係耶穌基督嘅愛。